小朋友平安，又来到了我们亲子礼拜的时间。在礼拜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疫情的当中，你保守看顾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你也让我们能够享受疫情里面你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在疫情的学习课程也到一个段落，恳求天父爸爸，在让我们接下来的暑假的日子里，让我们能够一样的在家遵守疫情该遵守的规矩，让我们勤洗手、戴口罩，也让我们享受你的平安跟喜乐。将我们今天的亲子礼拜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小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小朋友，又到了我们的读经时间。在前2个礼拜，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小朋友将我们的上一季的经文很清楚的用台语把它念出来。紧接着在这一期，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罗马书第8章，咱先来读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盼望，盼望就是希望哦。咱再来读一解。因为咱得到救是对盼望，若是已经看见的盼望，毋是盼望。咱做伙再读一解。若是已经看见的盼望，毋是盼望。第3句。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盼望伊；因为所看见的什么人，得盼望伊。25节，独咱若盼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来，咱个做伙来读一摆。独咱若盼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咱要读26节，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软者就是软弱，圣神就是圣灵。好，咱佮读这句，佮对头来读一摆。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第2句，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圣神家己用话讲出的吐气替咱求。好，咱第26节佮对头来佮做伙来读一摆。佮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圣神家己用话讲出的吐气替咱求。好，咱今仔日读这3节。爸爸妈妈毋通袂记住，咱爱带咱的小朋友继续来读咱的母语，互上帝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前的光。各位小朋友，到了我们诗歌欢唱的时间。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你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感到很快乐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要唱的诗歌《常常喜乐》，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耐心等候，著作是有定时。
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永不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永不迷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你们在家里面虽然不能出去，但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觉得很喜乐的时候呢？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常常用诗歌来赞美主。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有耶稣的陪伴，我们都会越来越有力量。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平安。现在是信息的时间，今天主题是留意美善的事。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开圣经的腓立比书4章4到9节。腓立比书4章4到9节，翻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你们要因为跟主连结而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们也要向大家表现谦让，主就要来了。你们应该一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末了，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你们从我所学习、领受或听到、看到的言行，都要实行出来。那赐平安的上帝就会与你们同在。看完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看第4节，你们跟主耶稣连结而常常喜乐。小朋友，喜乐是什么呢？我们看第5节，你们也要向大家表现谦让。小朋友，什么叫做谦让？我们再看经文最后提到的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和光荣，这每一个词语又是什么意思？现在呢，要请小朋友来连连看哦。画面左边有3个词语，右边有3句话。左边的词语是真实、靠主喜乐、公正。右边呢，第一句行事待人公平正义。第2句将烦恼交给主耶稣，相信耶稣会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绝望。第3句真诚可靠不虚伪。小朋友，如果要你将左边的词语跟右边的句子配对，你会怎么连呢？比如说，真实是跟右边最下面的句子真诚可靠不虚伪是同一组的。
那么剩下的2条线要怎么连呢？请小朋友想一想，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讨论看看。好，全部配对之后是这样，跟你想的一样吗？我们再来试一次。左边的词语是谦让、高尚、纯洁、可爱、光荣。右边呢，第一句，说话行为与思想不邪恶。第二句，有美名的、荣誉的。第3句，说话和行为令人尊敬。第4句，谦虚不自大骄傲，为他人着想且温柔仁慈。第5句，讨人喜爱，吸引人注意的正面事物。小朋友，你能完成连连看吗？连完之后是这个样子，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吗？哦，所以原来谦让的意思是谦虚不自大骄傲，为他人着想且温柔仁慈。或许这些答案对我们来说还有点抽象，所以老师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小朋友知道什么是考试作弊吗？当考试的日子快要到时，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准备的不太足够，就会担心成绩不好。有些人为了获得好成绩，或是得到老师、家人的赞赏，避免被责骂，就会选择作弊。作弊也许能使我们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作弊是不诚实的表现，会让考试的过程结果因为作弊变得不真实、虚假。那对其他的同学来说，这就会是一场不公正的考试。那最后如果被人发现了作弊，作弊的人就不会被旁边的人尊敬了，因为作弊的人他还有他的成绩都会被认为呢是不高尚，也会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作弊的人呢，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尊敬，不受大家的欢迎，也就不会喜爱这样的自己，觉得自己就不可爱了。这样看来，作弊就有许多不好的结果，不仅会伤害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它更是一个不纯洁、邪恶、错误的行为。相对的，当我们选择不作弊的时候，这个选择、这个举动就会彰显出我们刚才提到的真实、公正、高尚、光荣、可爱、纯洁这些特质。如果作弊的行为、作弊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准备的不够，害怕会得不到好成绩，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向主祷告，向耶稣祷告，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平静、安稳、喜乐的心，靠主喜乐。我们也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力量，把握剩下的时间，尽力准备，不要太烦躁，不要过度的担忧。我们也要感谢上帝，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发现一些值得去处理的问题，比如说重新的安排自己的时间，让预备考试的时间可以更多，不然平常就要准备，不要等到考试前才开始准备。诚实认清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勇于改变，而不是吹牛臭屁推卸责任，说要不是因为什么什么，我的成绩才不会那么差呢。
这就是谦让的表现。我们除了留意保罗在刚刚的经文当中提到这一些特质美善的事，在我们生活周遭其实也有很多事情也有这些美善的特质，值得我们留意，去发现、观察、思考、去效法。有时候做这些事情、做这些美善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他们所做的这些事仍然值得我们留意。例如佛教的慈济团体，他们非常重视资源回收，慈济在台湾各地都设有资源回收站，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天地的尊重，对万物的疼惜，对生命的承诺。人类有爱护大地、修补地球伤痛以及减少资源浪费的责任。虽然慈济团体和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他们对资源回收的理念行动符合圣经中上帝创造人，赋予人管理世界权利责任，人就要好好的管理世界这样的观念。那相较之下呢，有时候教会反而不太重视资源回收，连基本的垃圾分类都没有认真执行。慈济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我们留意和效法的。留意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是要实行出来，不要沦为口号。保罗在经文有提到，当我们去实行这些美丽善良的事的时候，赐平安的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那因为上帝所赐的平安，它不只是让我们心里有平静安稳，不会害怕这种感觉而已，它还会让我们跟所有的人，还有跟上帝都有亲密合宜的和好关系。好比我们跟大家都成为相知相惜、彼此疼爱的好朋友，不会互相争吵、陷害、嫉妒。如果你跟每个人、跟上帝都有这么棒的关系，你会感到不开心吗？一定不会。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在教会里，时常留意各样美善的事情，并且有意愿、有力量去实行。赐平安的上帝必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来读金句，先用台语来读，一起来。一切通学乐的，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一切通学乐的，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我们用国语再来念。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你们要常常留意那些美善和值得赞扬的事。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来读圣经，读你的话语，感谢你的教导，提醒我们要留意生活周遭各种美丽善良的事情，将这些事记在心里，鼓励自己也有勇气力量去实行出来，这样你就会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谢祈求，阿们。
天你的地，愿你的名声，你的道名教，你的心坚强，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写变阮的辜负，亲像阮后写变辜负阮的人。无你操阮的日子，就叫阮踩入你的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来进行实体的礼拜。那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准时参与我们主日学的线上礼拜。另外，我们还有台语礼拜及华语的礼拜，分别呢是在早上的9点跟10点45分。在礼拜3，还有我们的线上巴克理学堂，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参加。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腓立比书4章4到9节，腓立比书4章4到9节。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半会进行国小的低、中、高年级视讯的分享活动，欢迎小朋友可以准时的参与。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Hello，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完成我们线上礼拜的时间。慢慢的，这个礼拜开始过暑假了，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线上的生活好像越来越习惯了呢？不过我们还是不要一直都这样的生活，可能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为着疫情能够很快的得到控制，为了这一切来线上祷告，也愿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身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通过我们的诗歌，通过上帝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有喜乐的心。虽然在疫情当中，我们只能通过线上，不管是上课或是跟其他的朋友互动，但愿你的祝福就丰富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愿你带领整个台湾，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很快的得到控制，能够整个有很好的发展。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主日学手作时间，文凯老师呢要教大家做一个立体的爱心。那今天的课程呢，其实主题是留意美善的事。那有哪些是美善的事呢？比如说靠主喜乐，比如说真实，但是呢，要拥有这些美善的事情，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呢，文凯老师就想要教大家做一个爱心。好，首先呢，你们要去找一张色纸，那这张色纸呢，大概12×12或者是15×15都可以，只要它是一个正方形。然后呢，也不要找太大的纸，因为找太大的纸的话，有可能会撑不起来。好，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先将这个色纸对折。对折了之后，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好，接下来把它摊开了之后呢，我们把它放直的直线这样，然后呢，沿着底边要大概折一个5公里左右的长度，然后要稍微折一个5公里左右的长度，把它折起来，那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那折完了之后呢，要请往上对折。往上对折了之后呢，大概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往上对折，像现在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你要沿着底角，沿着底边呢折一个三角形出来。OK，
那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两边呢都要折，两边都要沿着底边折一个三角形。那折完了之后，大概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你要把这边呢要把它往上折一个三角形出来，大概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一样是两边呢都要折，都要往上折。大家折完了之后都会像现在这样。那折完了之后呢，要把这两边呢再放下来。接下来呢，要把两边的底角往里面折一点，你就大概就沿着中心线往里面折，那大概就会像现在这个样。一样是两边都要折，步骤一模一样。折完了之后呢，大概它就会长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替这个爱心呢做一点往内折的动作，让它可以就是更像爱心一些。就是选取4个角都往内折，大概就会像现在这样。好，那我们在进行最后一个步骤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拿一支笔。你可以在你的手册上面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美善的事情，然后在上面写，或者说你最想要学习的一个品格，你就在上面写。好，那就像大概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最关键的步骤，我们要怎样让这个平面的爱心可以撑起来？那首先呢，你会看见下面会有一个洞，下面会有一个洞，有一个圆形的小口。好，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就口朝着圆形的这个孔吹气。你可以就口吹，也可以稍微隔一点距离吹，因为直接吹的话可能这个色纸会湿掉啊，但是呢，就是尽量让它可以撑起来。边吹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把上面可以让它有一点凹陷。好，那吹完了之后，它鼓起来，这个立体的爱心就完成啦。是不是很简单呢？那今天的手作就上到这里。